現時英國 Michell 主打嘅幾款黑膠唱盤，包括入門首選 Techno-Deck、超級經典 Drivo SE 同埋旗艦級 Orbit SE， 波仔都先後為大家介紹過啦。今次我想為大家推介另一件 Michell 工程團隊專門針對配備直流摩打嘅 Techno-Deck 同埋 Drivo-Deck 系列黑膠唱盤而設嘅 HR Power Supply。佢嘅機背除咗提供微型 XLR 直流輸出插座，仲設有一組轉速微調旋鈕。講咗咁耐，相信大家都好想知道，究竟 HR Power Supply 同現時跟機而嚟嘅分體供電器有啲乜嘢分別？波仔話你知啊 ，HR Power Supply 除咗採用大容量供電變壓器，仲加入咗一套非常精密嘅 Never Connect 永不連接供電線路。最大特色就係兩支負責儲存能量嘅電解電容器，只會喺充電模式嘅時候，先至會同整流子同埋供電變壓器相連。當進入放電模式嗰陣呢，就會自動斷開交流供電線路。呢個設計嘅最大好處就係可以防止交流雜訊直接進入摩打，繼而影響轉速嘅穩定性。如果你嘅 Techno-Deck 或者 Drivo-Deck 系列黑膠唱盤仍然係使用緊舊款嘅交流馬達 ，Orbit 系列嘅用家，如果你並唔係使用本視頻入面呢款最新版本嘅直流馬達同埋亞加力外殼供電器嘅話，亦都可以致電 Hi-Fi Gallery 影音科技查詢升級事宜。多謝大家支持，下次見。